Q467，唉，89267，唉，就跌咗啦。M train，開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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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佢架車啱啱嚟到，但係佢唔會等我啊！你第二所佢就停車咯，佢唔停㗎，落車都係唔等人，除咗佢係離車咗啫。又係，其他司機都唔會，我試過多司機都有，其他嘅司機係又係覺得。打到去站，佢冇理由會收嘅，起碼都會等。你以為啦，佢唔等你㗎。佢坐佢都冇聽到架車，你坐樓聽到架車。我嗰個聽到根本都冇嘅。第一站大窩口。聽到反應。係呢個問題，佢揸得又快又錯咗，再加上咧佢又個人又唔知嘅，即係嗰個車就可能。你先生就唔喺度，係啊，個個喺度批評我。哼，你會嚟？又上咗多。
0311咪哦。哦，所以呢度好。